来继续来看真出名的麻辣火锅的大牌主阮东宏，竟然帮诈骗集团来洗钱。讲这个洗菜的负责人涉嫌用公司的户头亲身操盘，协助诈骗集团来洗钱，已经互收押禁见。 规身躯包正手红铐起来，坐起哩收车。阮东宏嫌食火锅，带势负责人涉嫌甲诈骗集团斗洗钱，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招牌咸食火锅，汤头香香，看起来真好食。阮东宏互人合作台湾头一间食到饱咸食火锅店，即马甲诈骗有关系，步数嘛别空。诈骗集团假影做是检警，骗被害人汇款，款项再搁转入去阮东宏公司的口座，制作假发票，互带势负责人甲款项汇去国外，制作资金的断点。 除了带势负责人防羁押禁见以外，进前的中势负责人嘛以50万交保，也那两个人拢捌做同一间投资公司的董事。甲过去比较，诈骗集团使用人头口座洗钱，这回阮东宏带势负责人疑似直接操盘，嘛互检警惊到。这几年阮东宏人客减少，分店一间一间收起来，是毋是因为收入降低？负责人进一步以正规公司名号来甲诈团斗洗钱？ 还阁等待调查，实际打电话去阮东宏公司，电话是空号，这个进程也无得到回应。不过品牌负责人洗钱防涨着，嘛互品牌形象受到影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